Just 点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在64年后亲自接受拉蒙麦格赛赛奖；联合国专家表示，中国的职业培训计划威胁到藏人的身份认同；司政边巴次仁对欧洲4国展开访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表团访问西藏人民议会；法国参议院4人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德国敦促中国关闭西藏所有殖民式寄宿学校；35名藏学研究者发表声明，批评媒体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诽谤；瑞士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举办感恩列支敦士登活动；欧洲援藏组织在捷克布拉格举行地区级会议；北美藏人团体为促进藏中冲突法案的通过展开游说活动；世界各国的藏人和支持者纪念第11世班禅喇嘛34岁华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4月26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接见了来自菲律宾的拉蒙麦格赛赛奖基金会的成员，并在64年后亲自接受了该基金会颁发的拉蒙麦格赛赛奖章。达赖喇嘛尊者于1959年荣获拉蒙麦格赛赛奖。时年8月31号，尊者的兄长加勒顿珠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代表尊者领取了该奖项。此次来访的拉蒙麦格赛赛奖基金会成员在64年后亲自向尊者颁发了该奖章。拉蒙麦格赛赛奖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奖，设立该奖项的目的是为了表彰那些不分种族、性别或宗教而为亚洲人民服务的杰出人士。此外，由6名联合国专家组成的小组于本周四4月27号发布了一份联合新闻声明，对中国在西藏开展的所谓职业培训和强制劳动力转移计划表达关切。这份新闻稿在就此问题向中国政府发出联合函件后发布。专家们在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相关计划成为了破坏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特性，以及对藏人进行监视和政治灌输的工具或借口。专家们警告中国政府，这些计划可能导致强迫劳动的情况。联合国专家强调，自2015年以来，成千上万的藏人被强行从传统的可持续生活中分离，转而从事低技能、低报酬的工作。虽然中国政府称藏人是自愿参与该计划，但相关证据表明，藏人实际上是被胁迫参与相关计划。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感谢联合国专家承担其义务，并密切监测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五4月21号开始对4个欧洲国家，即英国、挪威、丹麦和德国展开为期13天的访问行程。司政于上周日4月23号抵达伦敦，随后在访问伦敦和苏格兰期间，会见了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国会议员、支持西藏人士，以及包括外交事务、人权、宗教自由等相关议会委员会的成员。此外，司政还于4月25号在访问英国议会时，受到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蒂姆·劳顿议员以及议员凯里·麦卡锡和议员韦拉·布霍斯的接待，随后就藏中冲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当天，司政还与英国议会议长林赛·霍伊尔进行简短的会晤，并观察了下议院的议事程序。在访问英国和苏格兰期间，司政还与民间社会组织，包括智囊团体、人权组织、佛教组织、媒体人士进行了接触。另外，司政边巴次仁与印南扎西伦布寺前主持瑟加惹波切、西藏已故前政治犯丹增德烈惹波切的侄女尼玛拉姆
在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人的陪同下，于4月25号在英国议会国际宗教或信仰自由全党小组举办的听证会上作证。司政边巴次人还分别于4月26号至27号在威斯明斯特大学、苏格兰亚洲研究所发表演讲。另外，总部设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丹曲嘉措率领的代表团，于本周一4月24号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来访代表团在访问议会期间会见了副议长卓玛次人，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副议长还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表团成员详细介绍了西藏人民议会的演变、组成和运作情况。与此同时，由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杰奎琳·尤斯塔什·布里尼奥参议员率领的法国国会参议院4人代表团，于上周四4月20号抵达印北达兰萨拉，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在抵达达兰萨拉当天，代表团在嘎夏秘书处会见了司政边巴次人，讨论了有关藏中冲突和流亡藏人福利等关键问题。次日4月21号，代表团会见了外交与新闻部长诺增卓玛为首的各部门主管。随后，代表团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会见了议长堪波索囊丹培、副议长卓玛次人和常务委员会成员。来访代表团还于本周一4月24号上午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尊者在交流期间向代表团强调了提倡人类一体性理念的重要性，并强调只有实现人类一体性，才能建立真正的世界和平。另外，德国联邦政府在上周四4月20号与议会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对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表达关切。德国联邦外交部的一名代表在会议上对中国在西藏实施的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表达关切，并表示支持联合国专家最近对西藏局势的调查结果，敦促中国政府关闭强制性寄宿学校和停止对西藏游牧民族实施的强制迁移政策。该代表还强调了中国政府主导的对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强制同化政策，并指出中国在西藏实施的殖民式寄宿学校的目的是压制西藏的语言和文化。德国外交部的代表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在西藏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强调德国将确保侵犯人权的问题不会被国际社会忽视。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对德国维护西藏人民基本权利的坚定立场表示欢迎，并强调这向整个欧洲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中国统治下西藏人民的悲惨状况不能再被忽视。另外，来自世界各地的35位藏学研究者于上周五4月21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批评和谴责相关媒体和个别人士对达赖喇嘛尊者在今年2月的一场公开活动中与一名印度男孩进行互动内容的虚假报道，同时强调该行为属于恶意攻击达赖喇嘛尊者的名誉，以及伤害西藏人民和全世界佛教徒的感情。该声明进一步警告全球新闻媒体，在传播像诸如此类的敏感信息之前，务必对信息的来源进行彻底的调查，并敦促相关新闻媒体在仔细解读完整的视频内容时，特别要注意西藏文化背景下的情境。此外，位于瑞士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在成立30周年之际，于上周六4月22号举办感恩列支敦士登活动，感谢瑞士政府和人民为列支敦士登的藏人难民提供了第2个家园。列支敦士登王子汉斯亚当2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藏人社区主席伽马曲吉、副主席丹增汪堆和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桑朱强巴等嘉宾出席了活动。代表赤列去吉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感谢列支敦士登王子汉斯亚当2世出席活动，以及他多年来对流亡藏人社区的慷慨援助。代表指出，列支敦士登不仅为西藏难民提供了援助，
并且对流亡藏人保护西藏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方面赋予了权利。另外，在全球最大的援藏组织之一——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的组织下，欧洲支持西藏团体地区级会议于4月22号至24号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的西藏之家召开。来自14个欧洲国家的4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加大和推动宣传西藏议题的各种议程，包括举办一系列的研讨会，扩大支持西藏团体在宣传西藏运动中的声音和能力。出席会议的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谈到了藏人行政中央为解决藏中冲突所做的努力，以及正在欧洲各国开展的游说和宣传活动。代表赤列去吉还在访问布拉格期间拜会了捷克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普雷米斯·布鲁斯参议员，两人讨论了一系列有关西藏和国际局势等问题。期间，代表还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团体举行了数次会议。另外，来自美国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藏人协会的代表与西藏人民议会北美区议员顿珠次仁于本周二4月25号拜访了美国国会参议员埃德马基、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众议员凯瑟琳·克拉克，以期推动今年2月在美国国会重新提出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顺利通过。为期1天的游说活动由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藏人协会发起，西藏斯拉寺格西阿汪赤列、前藏人政治犯阿汪瑟珍以及西藏行动研究中心主任哲蓬拉珍等参与了活动。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于本周二4月25号迎来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34岁华诞日之际，各国支持西藏团体为表达声援和支持，组织了各种活动，并隆重庆祝了第11世班禅喇嘛的华诞。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印藏协调协会与当地藏人团体在桑叶林藏人定居点隆重庆祝了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34岁华诞。与此同时，印藏协调协会、印藏友好协会和印度西藏事业核心小组分别在比哈尔邦、北阿凯德邦德拉敦藏人社区、加凯德邦和中央邦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在坐落于印度南部贝勒库北流亡藏人社区的扎西伦布寺，也隆重庆祝了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34岁华诞。在欧洲，比利时藏人协会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布鲁塞尔分会于当天共同在布鲁塞尔中央车站广场上组织了一场烛光游行活动，并敦促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提供有关第11世班禅喇嘛的健康状况和下落的证据。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更康在活动上发言时，介绍了由欧洲议会议员米库拉斯·佩克萨等11名议员向欧盟高级代表约斯夫·博雷尔提交了一份书面呼吁，要求其在欧中战略对话期间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关切。他还向与会藏人民众介绍了西班牙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的30名成员，要求中国提供第11世班禅喇嘛的扶持和下落等情况。与此同时，比利时联邦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尔斯·范霍夫议员和副主席塞米尔·科格拉蒂议员也于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认证转世灵统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宗教传统，同时也是现任达赖喇嘛尊者的个人特权，不由任何国家、团体及个人进行干涉。声明最后敦促中国当局提供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的下落，并呼吁立即释放他和他的父母以及所有的藏人政治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也于4月25号当天发表声明，在感谢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非政府团体及个人对班禅喇嘛长期失踪问题表达关切的同时，敦促中国政府维护其宪法保障和国际义务，立即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及他的家人。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
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